Bible Story。有一日，耶穌從加利利嚟到約旦河，揾約翰想接受佢嘅洗禮。約翰見到就話：我仲要你幫我施洗，你點解反而揾我？耶穌好溫柔咁答：就係咁做先至可以成全神嘅旨意。於是約翰幫耶穌施洗。耶穌低頭企喺河中迎接呢個神聖嘅時刻。當耶穌從水裏上嚟，天空突然裂開，聖靈好似鴿子咁降臨喺佢身上。天上有把聲音話：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好中意佢。之後聖靈帶耶穌去到曠野，面對魔鬼嘅試探。耶穌喺曠野40日40夜唔食唔飲，佢肚餓，覺得好攰。魔鬼同耶穌講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就叫呢啲石頭變麵包啦。耶穌答：人唔單止靠食物活着，仲要靠神嘅每句話。魔鬼又帶耶穌去聖殿嘅最高處，話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跳落去啦，因為經文話天使會保護你。耶穌回應，經文仲話唔可以試探你嘅神。跟住魔鬼帶耶穌上咗一座好高嘅山，展示世界嘅繁華，話只要你拜我，我就將呢一切俾你。耶穌嚴厲咁講：撒旦走開！經文話你要敬拜你嘅神，單單侍奉佢。魔鬼終於離開耶穌，試探完結。天使嚟到耶穌身邊服侍佢，俾佢安慰。耶穌戰勝試探，準備開始傳道嘅工作。耶穌開始同人分享神嘅真理，教導佢哋要信靠神。佢嘅教導充滿智慧，激勵人跟隨神嘅道路。耶穌信服神嘅旨意，成為我哋嘅榜樣，帶領我哋認識真理。Thanks for watching. Thanks for watching.